有本事再来呀，小子！没事。加德罗斯已经不存在了。走了。这就完了？不打吗？雷德，你说老大到底去哪儿了呢？难道……哎，这是……加德罗斯大人。幻影龙心，我以紫藤家族的血脉命令你！斯巴达！怎么了，格瑞大人？刀虽然勉强修好，不过就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吗？没用的。星月刃！哼，再怎么垂死挣扎，结果也是一样。少得意忘形了。你们这样苦苦挣扎，真是丑陋不可。让我直接赋予你们解脱吧。哼，既然一个技能不够的话，我就用多重技能来碾压碎你。真是笨死了，居然就这冲上去！对不起，哼，这些话以后再说吧。眼下敌人已经不是靠我们蛮干就能战胜的家伙了。紫藤幻，是你？你的伤势？我们不行了。现在，归天盟就只剩下……不要放下，我们……拜托你了，紫藤幻，你要带着我们最后的希望活下去。还有，莱纳，小姐。鬼狐大人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。给我让开！现出能
能力才是你该做的，别烦我了。鬼狐大人，这个扭曲的家伙已经疯了。真有意思啊！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居然也能领会到能力进化的奥秘。我的确太小看你们了，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下百人之力真正的威力了。没有用的，你这个混蛋，欺骗同伴的人，永远不可能获得胜利。哼，那就看谁能站到最后吧。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哼。哼，来的正好，我的朋友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老骨头，哼，你在找这个吗？快还给我！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，凯莉。同样的伎俩，我是不会用第二次的。这下糟了！伤害凯莉小姐，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，小子？这时候还敢嘴硬，给我去死！不要！什么？鬼狐，我饶不了你！星月刃！凯莉，大斯巴达，进攻！格瑞大人，真想不到，作为排名第2的参赛者，您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格瑞大人，你的确很强，所以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强者，自然瞧不起我们这些肮脏卑鄙的手段。但现在可不一样了，当年被你们蔑视嘲笑的蝼蚁超越了你们所有人，而你就为傲慢付出代价。承认失败吧，格瑞！不要，快住手！鬼狐，你快给我住手！啊，差点忘了，刚才是谁说一定要打败我的？不要！好好看着吧，傲慢的结果会是什么？什么？这种眼神，又是这种眼神，还不明白吗？现在掌握你命运的人是我！我受够了你的傲慢、自大、目中无人。现在最强的是我，
水湖天冲！这不可能！百人之力，聚众为一。金，姐姐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忍耐了这么久，凭什么你们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过就能简单的破坏我的一切？你们这些被神眷顾的家伙，你们都不配，你们都不配击败我，不配赢得胜利。够了！参加比赛的每个人，有谁没有努力？难道说鬼天盟的其他人就应该被淘汰吗？为了自己欺骗同伴，你有什么脸说公平？挣扎、痛苦、失意、绝望，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满满的恶意。强者毫无怜悯，弱者失去一切，这才是我的凹凸大赛。所以只要成为最终的胜利者，我就可以成为王，掌握命运，主宰一切，无所畏惧的为所欲为了。好好的面对现实，成为我的下一块垫脚石吧。无论什么理由，同伴是永远不能背叛的。矢量冲击！各位凹凸大赛的参赛者，你们好，我是本届大赛的裁判长丹尼尔。凹凸世界预赛现在已经全部结束，请先让我对奋战到现在的各位致以最高的敬意。现在我宣布，大赛预选赛正式结束，积分系统现在已经停止计分。恭喜在此刻排名仍在前100位的参赛者，你们是这一阶段的获胜者，并顺利进入到下一轮比赛。
能够取得这份成绩，已经足以证明各位的优秀。请再接再厉，为夺取凹凸大赛的最终胜利而努力吧。而其他没有达到前100的参赛者，非常遗憾，你们将不再允许出现在赛场。大赛系统将会开始回收各位的原力以及原力技能，诸位即将被遣返，不再允许出现在大赛中。抱歉，各位，进行回收吧。真正的比赛开始。